就是卤肉饭嘛。是。啊，迄个猪肉，迄香味吼，迄一煮好吼，迄汤汁吼，你甲压落去饭内底，哦，迄味淋落去就对啦。欢迎收看《台语真练灯》。你看，无讲啊，我最近练了安尼啊，无啦。哎哟，你是咧创啥？哦，有用无？有单性呢，有吼砰！最近在练哦。哎呦，你嘛现起来互我看。啊，唔免啦，我害羞啦。我可能感觉较侪人想要你现起来互因看。啊，真诶哦，安尼后一集咱若有机会哦，咱就来裸上半身哦。我想讲，咱的观众朋友有这个福利咧，唔知老片花无？应该是白啦。我也是要讲一个啦。你虽然讲体格练甲真好，但是我也是感觉你3比8。我3比8。你看这瘦，你唔看我遮瘦。因为其实我咧食物件的时候，我无啥紧食。是哦。我唔是像咧大家讲的，瘦的人一定拢歹喙斗。无啊。我其实我无食2项物件，一个是球啊，一个是青椒。哦，大肠啊。对。所以这2项我唔食尔，其实其他我拢会食。你洗一个，你看，3个薄板呢。回到主题，咱今仔日在讲吼，最近大家讨论足大个，自从8月2日迄天吼，政府甲咱讲，伊要扩大开放美国的猪肉流来的时阵吼，大家就开始猪肉，你安怎？我大家拢要食猪肉。不是，滚那边我甲你讲，其实滚啊10年前，政府就开放美国猪进口啊。是。那这届上主要要进口的物件是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。3肉精的美国猪肉。嘿，啊个吼，饲甲满30个月美国牛。哦。这个所谓扩大是这个意思。是。啊，其实20年前，就让美国猪伫咧台湾市场咧流传啊。所以咱的猪仔笼。阮等于就跟他讲哦，咱的政府这届来开放这个美国猪牛进口，会对咱的台湾猪造成真大的冲击甲影响。其实免惊啦，台湾猪这么好食。我其实吼，政府伊嘛有先规定讲吼，伊迄瘦肉精、3肉精产量有偌济，就拢爱标清楚。而且3肉精要流来进前，因为有足侪关系，伊家己拢在受家己的法律，就是迄收讲吼，袂当。检验出来3肉精，对，零检出就对啦。是。虽然讲咱的政府开放有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，但是呢，政府是要求相关的标示一定要标甲真清楚。而且像咱的滚那边所讲的，各地方政府啊，嘛拢足坚持的啦。是啊。绝对要零检出，我才要互你卖啦，才要互大家食啦。所以其实大家免遐尔啊惊讲啦。是啊，而且吼，你一只吼，你煮好，啊，你一只你就知影台湾猪好食。美国猪真正是有够歹食，食过拢安尼讲，我无食过。虽然我垃圾食，垃圾大，也毋过。垃圾食，垃圾肥啦。我无够肥啦。无够肥。垃圾食，垃圾大，也毋过我其实无食过美国猪肉。台湾猪肉你为什么感觉好食？因为台湾上好、上出名的一项物件就是卤肉饭嘛。啊，迄个猪肉，迄香味吼，迄一煮好吼，迄汤汁吼，你甲。压落去饭内底，哦，迄味淋落去就对啦。所以吼，咱今仔讲到猪肉这个物件，咱就爱来介绍一寡有关猪肉的物件。路边摊吼，定看到有猪肉的物件，就是乌白菜这项。咱即摆先来讲乌白菜。是。其实乌白菜这个物件是安尼，咱摕来咧食，拢知伊是猪的啥物部位吼。内底有一项物件，叫做我最爱食的，唔做好食的。啥？伊这个肝莲。肝莲。肝莲。尤其是肝莲，迄个运豆油还是猪汤拢最好食。肝莲。其实肝莲是属于猪的啥物部位？伊横膈肌。横膈肌。就是这个所在。就是这个甲咱的肝脏相连的所在啦，唔知叫肝莲。过来，有另外一个叫腰子。腰子足补的哦。腰子咱就较知啦。是啊。腰子这项物件吼。煮麻油吼。是啊。香港。昨才食尔。你昨怎食？麻油，迄个面线。麻油腰子面线。你家己煮的吗？当然不是。另外一个我嘛是最爱食一项物件。
叫做猪肚。哦，听讲猪肚是猪的啥物部位？胃。这我就真正唔知啊。我两阵是迄个腹肚。嘿。吼。嘿咧。原来猪肚是猪的胃呢。嘿啊。唔是猪的腹肚哦。唔是哦。哦，我误解。是。我以前拢误解啊。嘿，过来。还有一个粉肠啊，小肠。小肠。是。会前半段，或者是中迄段。中迄段。前段。中段。嘿，这个是粉肠。嘿。哦。啊，这个内肠。是指猪仔的子宫，我唔敢食。哎啦，原来内肠是猪仔的子宫，加伊的产道咧。是。哎呦，观众朋友你听到你唔知影，刚刚继续食，要唔过你继续食无要紧，甲这段袂记，你看过就甲袂记，要唔过一定爱看。好，内肠，好，过来脆肠是猪肚胃。哦，这看这讲出来大家可能唔敢食。大血筋啊，血筋哦，啊你敢过食无？食有啥物食？咱台湾人真无所不食。嘿，啥物猪啊、放来啊，迄啥物子宫、产道、啥物迄款的迄个血筋拢要甲食。所以台湾人太烦恼讲吼，啊我无小心去食着美国猪肉的北来啊，遐。百里那烧肉精，迄就歹啊。是啊，对啊。最后一个咱黑白菜内底佮讲完了，就是一个。小肚，这小肚，这我后摆袂记。这是猪仔的膀胱。小肚是膀胱哦。哎呀，好啦，介绍了吼，观众朋友嘛是爱继续食，支持咱的台湾猪。唔知唔惊，真知真惊吼。另外，猪肉的部位啦，猪肉口，唔是北来啊，譬如讲。脆边肉，脆边肉，脆边肉，咱咪讲脆皮肉，脆皮肉，哦，脆皮肉就真好食。哦，脆边肉，哦，较好食。因为我以前哈，我可能我较善食啦，我即摆嘛是做善食。有当时啊月底的时阵无钱的时阵啊，我去点一个卤肉饭，好，啊，搁点一个脆边肉，好，啊，就硬起来食，我感觉哦，小确幸。人间的美味。是啊，迄脆边肉吼，搁加迄酱料，迄酱吼，迄甲放咧。我即摆想到，我根本就是巴肚开始枵。有遐好食就对啦。真正足好食，脆皮嘛，超级好食。有影啦，脆皮嘛，脆皮嘛，真正好食，口感真好。是。再来一个六娘肉。六娘肉，你特别来介绍一下。六娘肉吼，其实就是咱常常讲的松板肉。对哦。猪仔红棍。猪仔红棍就是松板肉。是。哦，迄是上好食的所在。是啊。而且伊油咸哦。嗯。因为猪仔的红棍。会当储落来的肉有限，但会当储500、600公克，对，差不多6两的意思。6两，哦，所以叫6两肉。对，所以足珍贵的哦。是啊，所以嘛特别贵。是啊，特别好食。是啊，我食袂到啦，因为我无钱。好，是啊，好，我后回请你食。哦，你拢够会啦。6两嘛吼。我今等下就。空喙包子食袂晓。好，6两嘛，好，过来。夹心肉。夹心肉哦，夹心肉嘛是真济。嘛是真普遍的吧？就是华语叫做猪梅花肉。就是六两肉后壁。是。六两肉后壁安尼吼。这个所在。红棍的后壁。红棍后壁。啊，这个所在。迄叫做夹心肉。夹心肉。夹心肉嘛好食。啊，搁一个。腰内肉哦，腰内肉嘛好食。哦，腰内肉，我感觉吼腰内肉吼食起来吼特别的嫩。哦，嫩。听讲伊是这个猪仔的脚趾偏到腹肚这个中段这个所在。这个所在。嘿，我袂输甲你当做。好来，你来。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，来开始介绍。就是猪的这个脚趾偏嘛，甲中部的这个。甲中这个，腹肚食。哎，我跟你讲吼，我若是猪仔吼，我讲我3工安尼吼，卖袂出去。有影？系啊，可能卖无好价。你这甲新猪差足多，嘿啊，嘿，新猪才有好价。嘿，啊，搁另外一个，这我袂晓念呢。肉丝吧。肉丝吧。肉丝吧。无听过。肉丝吧，就是咱咧讲的里脊肉啊。里脊肉。里脊肉你有捌听过啊吧？里脊肉我就捌听过。哎呀，肉丝吧，就是这个猪脚趾偏中的吧。当然啊，对对。你毋是猪，我袂晓比啊。啊，为啥叫肉丝吧？为什么？因为伫美国英语叫做 roast，哦，然后传到日本了变
肉属，肉属。所以这句咱是照日本外来语的词来讲。嘿，台语是安尼啦。了解，肉属吧。最后一个。佮一种上好食，沙沙的，甲切到一片一片来混豆油哦，甲配酸啊来食。哎呦，三层。哦，三层介好食。这个物件吼，我定定咧食，也毋过吼，我拢会甲3肉，佮肥肉甲分开，3肉哦朋友食。啊，你讲？也毋过我有当时。三层就是爱肥的、甲正的做伙落食，才好食。我这个人吼，食物件吼，拢看心情食。我今仔日的心情，我想要食3层的肥肉，我就食；我想要食，我就无食。哦，好啦。这个人吼。太任性哦，最重要的。其实猪的部分足济，你要解释吼，嘛解释袂了。咱定定用伫啥物食品顶管，咱有啥物物件定定咧用这部位的肉吼，咱会当用另外一工的时间继续甲各位观众朋友解释，然后来讲这个物件。对啊，咱最后吼爱提醒观众朋友吼，就是咱目前咧要开始开放美国猪有进口。是啊，但系因为咱做恐怖的做迄个样过吼，政府伊的保证讲伊是标示有清楚，然后买各个政府嘛，拢开始咧着手法律顶管的问题，所以大家先唔免遮尔惊吓。你若准政府做无好，咱媒体、咱的观众朋友，咱较来做会监督咱的政府。不过，咱的政府嘛要小可检讨一下啦，因为之前有一份民调，讲啊，咱台湾还有6成外的这个台湾人的台湾民众，并无赞成含300斤的美国猪肉来进口。为着这个，这表示啥？这表示政府的沟通。有问题，说明拢也无够，无够互民众接受，所以政府要搁努力，袂使怪咱的民众啦。是啊，系啊，问题搁足侪啦，因为大家拢会惊嘛，这是正常的心理。所以政府要继续努力。那到后尾结束有够严肃的。好啦，好，继续沟通。台湾猪好食。哈，嘿，台湾这时间，美国猪饼伊袂倒啦，放心啦，嘿啦。后尾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台语真认真，政府一直。甲咱挂保证讲，伊会甲代志做甲足周至的，互大家足放心的。不管是卖或者是买，拢免烦恼。咱就来看政府会安怎做，做无好，咱开甲。安啦。安尼。好，安尼是安怎？大家骂。好，甲骂哦。咱来检讨。好，来，讲了咱做伙来食卤肉饭。好啊，你要请？好啊。好，你请。那有啥问题？好啊，卤肉饭才俗着咯。俗个大碗，是啊。个碗甜。是啊。系啊。咱的国民美食。